杨言，看什么呢？都魔怔了。我看蚂蚁搬家呢。这哪有蚂蚁啊？只有从一而终的人才能看到。是啊，就连蚂蚁都知道挪挪窝。你跟九王为何这么傻，还要回来？我是陪九哥回来的，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。红烧肉、香猪蹄儿，这都是我最爱的。慢点吃，慢点吃。怎么了这是？是不是好久没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了啊？姐姐，你给我送这些好吃的，你是不是要送我上路啊？你瞎说什么呢？我是看你在这种地方吃不到好吃的，才给你送过来的。我是有骨气的男人，不是进来之食。你个没良心的！我好心过来给你送吃的，你还跟我玩起不领情来了。要不是你向皇上投怀送抱，九哥也不会鬼迷心窍的去投敌。那是两码事儿。好，就算我投怀送抱了，他也不能干出投敌那种事儿。你终于承认你是投怀送抱了。那他就没想过，如果达斯攻陷了平宁城，而我就在平宁城里面，我里外都是死路一条，他就没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那时候九哥得知大势已去，我的父亲投靠了齐胜，赵王叛变，连你也变心了。你们都跟着齐胜，九哥他一无所有了，他只有一腔愤恨，只想杀了齐胜，赢了齐胜。喂，赢了齐胜又如何？为了赢，他就能做出通敌那种事儿吗？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呀！他得知你变心以后，就有了破釜沉舟的想法。他心里的那些苦，你作为一个女人，你是不会理解的。是啊，一个女人是没有办法理解和原谅九王的做法的。但是站在一个男人的角度，我是可以理解的。换作是我也会那样做。现在看来，是我愧对于他。姐姐，想必你见到九哥也不是什么难事，你去见见他吧。我还没有做好面对他的准备。来，咱们两个今天离罪方休。今宵有酒今宵醉，不知我能不能看到明天的太阳呢？姐姐，你这还不是送我上路？你这熊孩子，你怎么没完没了？
你喝酒了。皇上，你来了。朕知道你会去看杨延，却没想到你会喝酒。我刚才是私自去看了杨延，皇上要罚就罚我吧，别再给杨延添堵了。朕罚你做什么？朕知道，你看到杨延那个样子，心里难受。你一直把他当弟弟一样看待，如今他生死未卜，你肯定很担心。今天我看见他那个样子，真的很心疼。但是我知道，这件事我没有理由让你网开一面。说出来，无非就是为难你，也让我自己不好过。你可知道，九王为何会回圣都认罪？他想一个人揽下所有罪责，毫不牵连任何人。一开始，朕也很吃惊，不过后来便理解了。他会去通敌，朕能理解；他会回来认罪，朕也能理解。这才是他，这才像他的作风。人总是在一念之间，对错都由不得自己了。皇上，我希望你相信我，与九王再无其他感情了，只是觉得他不应该这样去死。老九他作为一个男人，一辈子为情而去，可这情本就不属于他。他想夺回王位，可他在关键的时刻又做出了最错的选择，以至于到了今日这般境地，既要怪他自己，也要怪命运不佳。朕和他同为男人，能够理解他的所作所为。我去休息了。你就不问问，朕打算如何处置他们？我知道，皇上早已有主意。我再说什么，都是多余。